这花是送给我的。怎么会突然送花给我呢？一行，真宗，我看你找方子，你妈妈呢？镜子，你过来。什么事？妈妈，有鬼！廣島被原子彈爆咗之後嘅28年出嚟嘅喎，係紀錄片有晒喺度。我哋直情係偷偷地入去。一早同嗰度講好咗，我哋坐喺呢個位，我哋冇出過任何一句聲，你只可以做手勢，即係導演喺對面咧。譬如佢打3號，咁我哋做第3個鏡頭，4號就做第4個 OK 或者唔 OK，即係全部用手語嚟到表達。咁但係因為大家嗰個氣氛係好莊嚴，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好認真，同埋你都會感受到，唔理你係邊一個國家嘅人，總之戰爭就係好殘酷。係啦。是我们叫人家把那颗原子弹扔下来的吗？你们不打仗，人家会来杀你吗？发动战争不一定由人民來決定。嗰部電影係我拍得心裏邊好深入嘅，因為我哋喺現場睇到當時佢哋拜祭嘅場景，我覺得我哋唔好用政治嘅角度去睇任何嘅藝術品。